大家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你还未开始今仔讲道以前，无需要咱分享一段和上帝的对话，来开始今仔日的讲道。昨昏下暗，牧师娘一篇讲章讲学习顺服主，然后讲道主日礼拜了，我开车倒去，伫路林的时阵，主问我一句话。主问我一句话讲 ：Do you believe in me？ 你有相信我无？我讲主啊，当然嘛有，当然嘛有。啊无我会为美国搬倒去，搬倒来台湾。然后昨昏下暗的对话内底。有几项代志，我想伫还未讲章的开始，但是我感觉会连做伙。昨天晚上这个是真 spontaneous， 真这种的对话中间，我有两个想，第一讲主凯问我讲，我有相信你无？当人问咱即个问题的时阵，咱会有啥物款的想法？第一项，我讲主，我当然你知影，我有相信。相信即个字，希腊文的意思，毋是敢只是 acknowledge， 就是讲我知影你，我相信。原文希腊文相信最好的解释就是瓦克。相信原文上好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瓦克，还是交托。所以我认为主问我即句话有两种的意思，一种是讲我靠伊的开纳无；第二个意思是我有相信伊的存在无。哇！我就感觉讲，因为我若有相信这位主耶稣真正是为死中救我，我生命当中许多的选择会很不一样的。阿妹吗？我就想着讲，我搬倒来台湾，我5个囡仔结婚嫁娶，含我留伫美国，都拢无共人啊咧。right？ 敢对？敢听？我的意思是一个决定可以影响许多后面的事情。恁敢会有阿妹？恁来伫即个教会，而且熟悉人，甚至有人结婚，所以我咧想，足侪咱的生命，包括咱的囝儿，咱的下一代，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，拢取决于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。我今仔日的讲道，要为遮开始。主若问你讲，你信任我吗？你相信你交托吗？咱会安怎应呢？咱做阿头的祈祷，听我的主，帮助阮，伫阮的生命内底每一个决定、每一个选择，真正是合你的心意，得到你的欢喜。无论阮的原来心意是偌尔的好意，阮原来的想法是认为感觉是袂歹的选择，但是主啊，阮需要你的引带，需要你的带领，帮助阮，伫阮的余生伫地面上的日子，阮会当活出一个讨主欢喜的生命。伫每一个代志的选择，伫每一项代志的决定，阮会想讲，主，这敢是你所欢喜的？帮助阮，伫今仔日的阮的生命会当突破、更新佮变化，会当比主你大大来路用。我毋是干会当做一个嘴讲讲的尔，互阮的生命真正会当带出我靠你、交托你的生命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今仔日要和咱讲一个真重要的问题，这耶稣问的，啊，牧师用伊做主题。耶稣问的，伊讲，耶稣讲，我毋捌你。所以主题牧师问讲，主耶稣捌我吗？主耶稣认识我吗？今仔所要用的经节是咱的主耶稣的福音书所记载上长、上深、上水的一篇讲章，咱的圣经甲叫做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，这篇讲章是马太福音第5章、第6章、第7章，用耶稣的门徒马太将这所有的伊会记一个圣神光照伊的所有的教示，拢记载落来，伫咱的圣经的马太福音5、6、7。这3章的教示呢，伫咱的神学上，咱甲称作是上帝国的生活方式。内底的一个教示，咱对咱的世间人来讲，靠安尼，是靠有这种的教示，这是上帝国的生活方式。今仔日咱要用的经节是马太福音的第7章13节开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头有讲过，5、6、7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。我今仔要用的经节是主耶稣的所有的讲章的煞尾，意思就是讲耶稣讲遮济了后，伊用这几个经节来做一个结论，用这个经节来警告，嘛用这个经节来提醒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咱的讲道会比较逐节的，就是讲我要用这个经节一节一节咱来解说，咱的主耶稣是在甲咱讲啥？到底是要甲咱提醒啥？所以咱今仔先来看头前2节、13节、14节，第马太福音的第7章13节到14节，耶稣讲：你着对迄个隘门入去，因为透到灭无的迄个门是宽的，迄个路是大条的，对遐入去的人真济，透到我的迄个门是矮的。迄个路是细条的，佮讲找到的人真少，找到的人真少。所以13节、14节，咱的主耶稣伫登山宝训的煞尾，伊讲有2种门，2个门，一个是宽的，宽的门，伊这个所在，咱主耶稣讲路真大条，哇，真好行，真好行，真好找到，但是。迄条路，迄个门呢，是要进入到咱讲灭无的、灭无的，就是灭亡的。主耶稣安尼甲咱讲，然后伊佫讲，但是佫有一个门是矮的，路真细条，无好行，找到的人也无济，入去的人也无济，真少伫咧。所以耶稣伫遮登山宝训的煞尾。做一个结论的时阵，伊甲人讲有2种门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甲咱讲，有一个真清楚的教示，就是若有人咧甲你讲普救论，这是毋对的神学。普救论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得救的，因为神是爱，怎么会让人下地狱呢？所以这个普救论就是这种的观念，上帝是听。靠可能互人落地讲呢？但是为这个经节，咱真清楚甲咱讲，咱的主要讲无哦，是有2种门哦，一种是宽的，入去的人真济哦。事实我会感觉，咱的主要所的教示是得救的人会比无得救的人较少啊。入隘门的人会较少啊，找到的人较少啊。若讲为启示录的经节安尼来读。甲耶稣伫福音书的遮个伊所讲的话，我安尼甲整理起来，我个人认为得救的人1/3尔。所以耶稣讲，宽的门代表走捷径啊，小看，想要用家己的方法去找到上帝的人，想要用家己的想法去找到上帝的人，想要入去到。大部分的人用
无想要付出什么款的代价要去到上帝啊。这个看门的意思，想要无任何的委身，想要任何的付出的代价，想要去到上帝啊。下门代表什么意思？下门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原文，各有一个延伸出来的意思，叫做迫害。用这个字延伸出来，希腊文讲迫害，所以意思就是讲下门无好找，无好行，而且要入去这个门的人，那照圣经耶稣的意思，甲启示录的意思，得救的人拄着迫害是正常的。所以耶稣讲下门迫害入去的人无济，找到的人嘛无济啊。所以若讲今仔日伫即个部分，伫咱的中间10楼9楼，你若毋知影你是要行倒一个门，我毋望你受到上帝的拣选，你是会当行入去下门的内底。快门是行入永远的黑暗的内底，永远的火海内底。下门是进入到你上帝的国度内底，龙的内底。所以13节、14节，咱的主耶稣，你登山宝训的煞尾，伊安尼讲。然后咱要来看15节到20节。15节到20节，伊只讲两种果子树，果子树。伊讲谨慎，才会假先知，因要就近恁。因的外面是羊羔，内面是凶恶的龙。恁要对伊的果子来捌伊，甲对拍片去挽葡萄，对一个去挽无花果吗？安尼，既若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，好树袂结歹果子。歹树袂结好果子，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，就带你牵落离火，所以恁对因的果子来捌伊。咱耶稣煞接讲，离破后的日子，恁爱说你假先知。事实上，你耶稣的其他的教士的内底，佮讲爱说你什么嘢？假教师、假先知、假教师，耶稣讲要安怎认呢？伊讲外表看袂出来，外表穿西装去挂黄色的内裤带，安尼看袂出来，看袂出来，内心会凶恶，亲像人共款。意思是讲。看假先知，看假教师，你看伊外表，伊笑阁真温柔滴咧，但是内心是腐败。然后伫16节，咱的主耶稣讲，凭着伊的果子来认出伊。凭着伊的果子。然后伊17节，伊阁讲，耶稣讲，好树结好果子，意思就是讲，好的树啊，绝对袂结歹的果子。歹的树啊，绝对袂结好的果子。咱的耶稣16节、17节安尼讲，然后伊18节到19节，伊讲好树是好的，歹树是歹的果子。然后20节讲，凭着伊的果子就会当认出伊。所以兄弟，问题是安尼，果子是啥？敢是耶稣讲，你看外表认袂出来，你莫看伊安尼，哇，做什么组长？伊讲爱看出伊的果子是啥物，认出伊的果子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这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要帮助咱伫这个世代要安怎去分别什么是假先知、假教师。所以各位兄弟，我佮问你一解，果子是指啥物？我若问今仔日兄弟姊妹讲 ，What is fruit？ 耶稣咧指的果子是啥物意思？你会安怎应呢？兄弟姊妹，要安怎去分出果子真甲假？咱有人会讲果子，耶稣是毋是咧讲伊的果效？树干的果子，
有功效无功效，真济果子，真少的果子。但是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甲咱讲一项代志，咱要解说圣经解经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其他的经节去解释经节，这是上正确的。因为咱的上帝话圣经绝对袂矛盾，绝对袂冲突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解说经节，若有人甲你解说经节，你讲即个经节你解说即个意思，但是你别位的经节讲毋是安尼。兄弟姊妹，咱对即个解说都有要义的。所以咱的耶稣伊伫马太福音第7章即个所在，伊讲检查一个人的果子。咱的耶稣伫路加福音嘛有讲这话，遐话解说什么是果子，较清楚就是啦。所以咱来看路加福音第6章43、44。伊讲，因为无有好树结歹果子，也无有歹树结好果子，因为逐丛树对伊家己的果子来捌伊。43到44，好，这同款的经节，我讲同款的经节就是讲，马太和路加记载耶稣讲话是同时阵的，这两个是同一个时段在讲经，但问题马太第7章伊甲安尼讲尔。路加第6章，伊阁有续接，咱来看45节。好人对伊的心所自积的好来发出好，歹人对伊所自积的歹来发出歹，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喙就出来。哦，安尼路加福音是毋是较清楚就是说？咱伫马太福音第7章，耶稣讲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，为伊的果子会当认出伊。但是咱讲果子是啥？路加福音第6章45节，给我们一些的亮光，一些的亮光。所以对第6章45节，咱来看耶稣咧讲的果子是啥物的？兄弟姊妹，耶稣咧讲的果子，毋是事工。毋是讲你做好偌大的工课，国度好，你是 Shine 的讲员，或你是 Shine 的活动组组长，或你是 Shine 的，你讲啥？根据路加福音第6章45节，耶稣咧讲的果子是咧指一个人的品格生命。这个人的品格，他的生命也内在。伊讲，你内底底啥，就走出来；内底底啥，嘴就讲出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伊的意思，伫马太福音的第7章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茫甲听一个人伊咧讲啥物，意思伊的内容，内容当然真重要。啊，是讲茫甲看伊的外表。真态度、真敬虔，当然这嘛真重要。但是耶稣咧讲的是讲，要注意这个人普通时啊，伊的品格、伊的生命是安怎。所以为这个人的普通时啊，他的每一天的品格，去看出他的是不是假先知、假教师啊。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，伊讲。内心的品格生命，就亲像一粒歹果子，掉入一丛歹树啊，早晚会落落来，一定会出来，会明显出来，看袂久啦，产不久的啦。所以那安尼，耶稣咧甲咱讲，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看出他是不是假先知、假教师。不是他里面讲什么样的内容，不是他的外表行动，伊在做啥？耶稣讲为伊每一天的品格生命，每一天的品格生命，伊的内底是底什么物件，伊的嘴就会走出来，就让知影。所以，你这所在讲到这，耶稣讲到两种门，两种果子，咱来看。耶稣佮续接讲21节到23节，咱做伙来读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3节。伊遮讲啦，
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，无一进入天国。独独惊我伫天灵的爸的旨意才会。当迄一日，济人要甲我讲主啊主啊，我毋是甲你用你的名传教，用你的名赶鬼，用你的名行济的官员吗？就迄个时阵，我要明明甲伊讲，我毋捌你，你即个做不法的，就离开我去。21节到23节，所以咱头前讲13节、14节两种门，15节到20节讲着两种果子。即摆来，耶稣做一个真重要，叫人讲：哇，你做足济？哦，头我袂讲做足济。耶稣讲：我毋捌你。所以21节，耶稣伫这所来教示咱讲，入天国不是喊口号的啦。哦，我有行洗礼，我有守圣餐，我有听主，我有尊敬主，毋是用有入天国无入天国，毋是用喊口号的。你22节，耶稣嘛咧讲，入天国毋是靠你做偌济工。我做组长，我做事工头，我做区长，我做中级，我做牧师，甚至耶稣讲，你甚至行神迹奇事。赶鬼传福音做宣教师，拢无效伫咧。毋是讲这个工课无重要，这个工课拢足重要。但是问题，耶稣意思就是讲，伊捌你无捌你，毋是因为你做啥物货，是做偌济。所以耶稣的重点的结论就是23节，主耶稣讲，我毋捌你。所以即摆咱的问题就是，主耶稣捌你毋捌你，到底是根基于什么？那安尼我服侍做事工头够重要，那安尼就免做啊咧。教会哇多好啊，教会讲咧找保全找拢无，做啊毋免做多好。耶稣牧师就讲这堪做什物保全头都无关系，保全。到底耶稣伊咧讲，这个物件敢有讲无重要？伊无讲无重要，伊是讲这毋是我捌你的原因。耶稣讲我捌你毋捌你，照耶稣伊的教示，伊就是咧讲捌认识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亲密的关系呀，不是我认识你。认识这里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甲我有关系无？我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当然，我嘛捌 Michael Jordan 啊，但是和那没有关系啊。所以认识耶稣讲，我不认识你的意思，咱的主靠可能伊是全知的人靠，迄个唔捌你，你老母捌倒来就捌你啊。所以伊的意思，伊讲我含你无关系啊，我含你这个人无关系啊。是讲倒变起来，你含我无关系啊！你搁做保全头，你含我无关系嘛，无路用啊！所以你这所在，伊讲我毋捌你，所以要入天国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讲，甲我有这种亲密的关系的人。但是绝对茫误会，做啥物工，无做啥物工，拢是重要。但是伊讲要会当入天国，耶稣讲我捌你无？你捌我无？完全基于你跟我有没有迄种的亲密疼，迄种完全无保留的疼的关系。然后23节后壁有一句话讲作恶的人。作恶的人哈，后壁甲咪讲作恶的人，意思就是讲耶稣讲我若毋捌你，你就是作恶的人。无迄个讲你还不错，你个人个故意 ，no， 袂当入天国的人，耶稣讲我毋捌你的人，每个人都是作恶的人。无迄个感觉讲袂歹啦，这个人虽然无讲偌好，但是嘛故意啊。作恶的人的希腊文的原文，会当甲翻做不守承诺。不守承诺，无守信用，什么是上好的例？牧师咧甲你证婚的时阵，我会问讲：小涵，你有要承认家信正做你的丈夫，无论好歹善良，
健康啊破病，顺利啊无顺利，你拢要听伊、顺服伊，只有4个人将恁分开。小韩甲我应啊啦，嚯，足大声 ，I do。啊，但是为结婚了迄一天开始，好像没有活出 I do 咧。这个是啥？不守承诺啊，无守信用。耶稣讲作恶的人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啦，意思就是讲，咱今仔日有当时啊，咱讲主，我听你。你咧决志洗礼的时阵，牧师拢会问你2个问题。牧师牧会31档，还阁无一人徛伫遮讲袂见的，还阁无一个都毋捌，一个都毋捌。但是离开信仰的还不少。我安尼坦白讲，离开信仰还不少。啊，有得救无？只有自在。问啊，你有愿意无？我看伊也无咧听我问啥，伊就甲知影因讲愿意，好，可以。我相信有没有实在，主拢知。不法的人就是不守承诺的人。你2个咧结婚的时阵，你答应啥？会记住未？咱含主的关系嘛是安尼啊。无论顺啊无顺，好也善香，健康啊破病，我就是要听主，要别记，要别叫撒旦修理我呢。伊讲我就是袂使嘴得罪上帝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两种门，两种规矩。然后耶稣讲，听我的话了，佫无要做的人有2种规矩。24节到27节，牧师就无拍出来，你拢知影石盘顶，甲土刷嘛，这2个。耶稣讲，听到我头前的话去做的人，就亲像甲厝起伫石盘顶。听到我的话，佫袂愿去做的，讲一步，拢讲撒旦咧安怎？拢起伫沙土顶面。所以牧师用遮要对咱讲，咱的上帝离咱活水教会，甚至伫台南，甚至伫整个台湾，来兴起这个拿西人的运动伫咧，绝对毋是偶然的。而这拿西人运动的内底讲到老长头章，就是咱要有大胆、勇敢，承认我的身份，我是上帝的囝，我是耶稣基督的新娘。我伫公司职场，我要安怎做工做见证，勇敢有好的见证。拿西人第2项讲，无要食葡萄，无要食，无要啉葡萄的物件，是大胆、勇敢，牺牲我本来应得的东西，这就是牺牲。第3项，不碰死尸，就是一切互我会离开圣洁、离开上帝、讨主无欢喜的物件代志，我拢无要做，无要忙，无要讲。兄弟姊妹，拿西人不是在推行一个什么运动，我拿西人只是要回归到一个上帝所竞选的囝儿，应该活出来生活方式啊。不是讲啊，拿西人只是给学生区的，我社青了，我已经又不用当兵，我18岁了，但是我不用当兵是当我没有读大学，我就不用了。No， 拿西人是给全部信主的人。你看这3项有倒一项是一个顶头生的人，无应该去做的吗？所以牧师伫这个第7章的内底，耶稣讲。我认识你吗？我有一个结论：第一，生命结束的时阵，只有2条道路人选尔。毋是讲2条道路人选，只有2条道路咱会当入去，一个是快，一个是矮。你若无信主的人，你感觉讲迄信耶稣，迄我无需要，我一切都很好，我们夫妻很好，孩子也很好，什么都很好。迄路是快。是快的，
所以生命结束的时阵，只有两条路通去尔，两个门通入去尔，就是夸甲恶，龙园甲火海，永远的黑暗甲永远的光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无信的亲人，咱来迫切祈祷传福音嘛。有个人跟我讲啊，等候因死了我才来。我等候伊死你才来。你若听伊，你要等候伊死才来。只有生命时阵，只有两条道路。你有偌听你的大家大官，你有听你的老爸老母，听你的有要认真为因祈祷传福音无？你的先生无信，你的丈夫无信，你的夫人也无信，两个决定。而且生命第二种，生命只有两种果子，好的甲歹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一生在地面上的生命，我们只有好的跟不好的，没有讲啊，他也不好，也没有不好，没有不好就是好不好了啦。因为耶稣讲，灯怎么可能放在桌底下呢？敢是？耶稣敢是安尼讲？灯到放伫看，拢嘛爱放伫桌仔顶，互人看去。无论这个灯，耶稣无讲偌大偌小，但是讲灯袂使藏起来。意思讲，咱若无见证，就是歹见证啊。无见证就是歹见证。所以只有两种的见证。第三，生命只有两种的根基：石盘也是土沙。只有两种，石盘也是土沙，差别在于有没有顺服。石盘甲土沙是根基于你有没有顺服神的命令。圣经耶稣真清楚讲，听到我的人，我的话去做的人，就是顺服，就是有行动嘛。各位，我们只有两种，所以生命结束两条道路，只有两种的轨迹，两种的根基，咱只有两种的回应。第一种就是拒绝你，未信的朋友继续拒绝你。要过家己的生活方式，要行家己的路。信道的人接受伊，顺服伊的教师，尊伊做大。咱只有两种的回应尔，没有说讲啊，也可以这样子，也可以这样子。No， 只有两个选择：拒绝或接受。若安尼的时阵，因为这两种的选择会有两种的结果。主公，你这个不守信用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我不认识你。你当区长当多久了，我都不认识你。无守信用的人，我唔捌你，离开我。第二种的结果就是主公，入来，我捌你，入来，甲我同坐桌。教我做伙来享受永远为你陪伴的喜乐。所以各位兄弟，也是无信主的朋友，今仔日我咧传的这篇，唔是宗教，是咱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伊咧邀请咱。所以各位信徒。我讲信徒就是讲你有洗礼，因为只有耶稣，只有耶和华上帝，咱决定你有得救无得救。你搁洗几届的浸咧，你搁去换几间教会，浸无共款的咧，嘛共款啊。你是不是一个品格、生命正直的人？就是你的嘴袂黑白讲话。圣经启示录讲，公言啊话、诽谤的话，拢是爱受刑罚的，你知无？启示录第二煞尾安尼讲，讲白贼的人，啊，是毋是一个顺服的人？你知影真理，你有顺服无？愿主帮助咱活水教会所有兄弟，每一天，咱过了一个正直的生活，好的见证。学习无停止顺服上帝的话语，不要只会喊口号，不要只会喊口号，
让咱的见证行动亲像光发出来，互咱的生命的果子会让影响到这个唔捌耶稣的人。信徒顶头生的人，咱讲的话，咱真做别人的激励字咧。唔通讲闲话，唔通讲咒惨的话，唔通讲苦毒的话，互主芳芳的香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因为耶稣讲，你里面装什么，口就跑出来了。最后，我问你，耶稣认识你吗？耶稣认识你吗？后壁的副组长，耶稣认识你吗？耶稣渴望教咱有一个亲密、亲的关系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启示录耶稣每一幅受教会每个这吃力。耶稣讲回到起初的爱，咱的中文翻作起初，买当翻作回到最主要的爱 ，first love，first。每当讲是时间的顺序，买当讲重要的顺序，咱在先倒来听这位上重要的主。你做工作足济，伊会所教的，你做工作足济，爱的分辨，但是你已经失去对我的听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检查我们，耶稣是不是我的生命中间上重要的，是不是上亲密的？各位兄弟，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，主要爱伊的教会，伊的新娘回到起初的爱。今天牧师讲这个，耶稣讲捌唔捌咱，完全基于咱对伊的听，是不是上主要、上大、上重要、上排第一位的听？啊，若无，咱就来到你主的面头前，求主赦免咱。如果你的听是伫其他的别项，主可能是排伫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啊，回到你主的面头前，讲主，是的，我甲你排位第三去，我甲我的囡仔排伫头前，甲我的健康排伫头前，甲我的嗜好、佚佗排伫头前。咱讲主，互我回到耶稣，你是我的生命中间的第一位，你是我的生命中间上重要、上宝贵。你的确会帮助我，遵着主你选择无要帮助我，我嘛无要拜这个世界的偶像。咱有这款的信心，主会当医治你的癌症，啊，伊若选择无要医治你。咱嘛因为癌症唔通去拜偶像，你听我的意思。我祈祷咱无啥物人好，人好夸口，咱来咱夸口，就是夸口这个十字架顶的主耶稣离咱的生命所做的一切。上帝拯救你的婚姻，你较早歹低头，即摆好低头；你较早孤僻。你即摆是变成上优先的人，种上帝所做的工，你可以去爱世界，但主甲你吸引来，你要专心要听这位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。基督教的信仰，拢不是基于害怕，都是完全基于爱。咱做的一切，拢是因为我们爱主耶稣。你愿意透早8点半来准备，是因为你爱主。咱愿意奉献，是因为咱听主；你愿意做保全，是因为你听主，不是就无法度啊，向讲遮济届。No， 一切代志拢是甘心乐意的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做讲主。我无啥物才能，我也无啥物才调，但是主
我为的就是咱讲主，我要尽我一切，尽心、尽意、尽力、尽性来听你。啊，我要安怎向你显明我对你的听，为我的规矩品格性命，甲以及我对你的顺服。你讲什么，我要尽我一切力量来学习、来顺服。我唔茫讲一部喊口号，主认识你，咱做阿台记得。主啊，我要听你，互阮台湾人、台湾的教会，阮会当讲主，阮无啥物款的财富，无啥物款的资源，嘛无啥物款的才调。伫世界的内底，阮台湾嘛毋是足勇的国家，但是主，互阮的教会，互阮的国家，讲阮是一个听主的国家，阮是一个听主的教会。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阮即马啥物款的状况，拢会当讲主，我会当的就是献上我家己，全心要来听你。我听你无需要什么款的条件，你免互我的业务较好。如果你要祝福我，我嘛真欢喜。我也免讲身体是亲像健康的超人，但是你要祝福我，我嘛是真欢喜。无论情形是安怎，是好是歹，主我拢要听你，我都要爱你，深深的爱你，完全不保留。没有任何的阻碍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，没有任何的状况，没有任何一样的人事物可以使我与神的爱隔绝，甚至是生死也不能与我主来隔绝。主帮助我有这种的心志，就是主啊，让我更爱你。